哇，鹏鹏哥，刚才在台上心情怎么样？傻眼啊！事前真的是滴水不漏，不知道没有偷看啊。呃，对，就是要开，就是要玩，就是在台上开嘛，对不对？盖后生。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现在主办单位都流行要那个自己参与角逐的那个人来颁自己的奖。对啊，好啊，那就颁了。可是我打开的时候，我看到我名字，我有点傻眼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本来要玩个游戏，就说得奖的是吴鹏凤，没有得奖，得奖的是。我都捋好，所以算是天不同人愿的意思，就对了，是大概这个概念。不过其实这一回第一场所以才傻眼哦，很大的惊喜啦。很大的惊喜。不过第一场枪，其实我觉得你的表现跟一般大家对你是委员啊那种感觉，其实是演一个比较有反差的，是不是那种算烂好人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这样说，就是这个查甫啦哦，我觉得在台湾社会很多啦，他开着计程车，跟收入也不多，然后房子也不是自己的，然后看不到未来，也没有前途，微博谁这样，然后他也不是一个会反抗或者会凶太太的人，他只是默默的吞论这样，什么事情都吞论，儿子也骑到头上来的，连他女儿都被人家搞到怀孕了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是整个对人生没有办法无的一个男人。点出那种，他不是说他这个男人很没有用，你就会想到说这个社会上这种男人很多吧，这好像也不是他的，完全是他的错。所以其实这回的演出获得很多的共鸣。我看那个评审的评语说什么，我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艾尔帕西诺帅。你们有看到那一本吗？那个评审的评语有写啊。跟没有办法跟艾尔帕西诺比啊，算是这样。然后他说，如果说我是台湾的艾尔帕西诺，应该也没有人有话讲。应该是哦。然后我真的想到这一方面。好啊，所以恭喜鹏鹏哥，也希望之后有更多更棒的作品呈现给大家。谢谢，恭喜恭喜。好，再来看一下，来。来这边。来上面哦。好，中间一楼。好，左边45度角。上面。好，右边，先来右边。好，好，一个一个来，大家都有机会嘛。好。好，前面一楼，右边，前面一楼这边。好，中央。好，奖杯往前一点点。